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感恩礼拜时间还有3分钟。请咱即时将咱的手机关做静音，也是关做震动，也互咱伫礼拜时无受到安尼的影响。若未找到位置，请咱紧就坐，搁3分钟，3点咱就要来开始今仔日的感恩礼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中中会独行教会牧师陈国成就任第10任主任牧师，届牧师林义官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奏乐会将请起立，在会员进场。
伊所想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找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躯。来为主内兄弟姊妹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陈国成牧师甲林义权牧师已经受德行同会监选通过，也得到中会看做特动。即时咱组织伫遮照礼典来设立因，愿主祝福即个礼典，互咱三甲来吟新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有缘听的，互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
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答阮感谢你美好搁稳定的赏赐，互阮伫即个通欢喜的日子，组织伫圣殿内来举行陈国新牧师就任独行教会第10任主任牧师，以及林义关牧师就任教育牧师。阮相信这是你美好的旨意甲安排。互独行教会通聘着你所竞选2个好搁忠心的牧者，来照顾羊群的需要，引带信徒来做福音的事工。天父上帝，阮知影牧羊教会是你托付予牧者要紧的使命，阮也明白，若无有你圣神的充满甲帮赞，阮就无法度来完成你托付予阮的工。所以，阮恳求你将牧养关怀的恩赐，传讲真理信息的恩赐，以及伫牧会工作顶面需要用到这恩赐，求你加添予因2人，互因伫牧会中间得到快乐，带领信徒过着敬虔搁意爱传福音的信仰生活，通结出丰盛的果子，荣光归乎你。但是，天父上帝，阮也知影。一间教会若只有好搁忠心的牧者，这是无够额。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由牧师、中级同工甲信徒合作教会的肢体，肢体就要互相帮赞，出力斗相共，那安尼教会事工才会有果效。所以求你也常时起做中级同工甲信徒的任命，将服侍较木合一的心智，听牧者的心。赏赐予因众人，通照使徒保罗所讲的，互因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互教会成做教会是通荣光你的名，成做更加严利益伫社区的教会。伊要上帝，阮对你有讲袂尽的感谢。教会聘着好牧者，这是你赏赐予独行教会的福气。愿独行教会众信徒常常感谢学了你的恩惠，好好听牧者。牧者找到好教会，这是你赏赐予因2人的福气。愿因2人也常常感谢学了你的恩惠，好好听羊群。牧者羊群三听探，教会福音有5万。感谢天父上帝，愿你听阮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哥林多前书3章第5节到第9节。阿波罗是甚物？保罗是甚物？是恁所对因来信的采用，教主所赏赐逐人的。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上帝予因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那尔。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条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当条磨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赞美，我来到上帝的这段独行教会圣歌队。
首先来恭喜国贤牧师甲余元牧师，来到伫德行教会是有邀请真侪德行教会牧师。第二个恭喜就是恭喜咱德行教会，咱聘请两位真优秀，通伫服侍中间真有经验，通甲咱三甲来起造上帝的教会，伫即个所在继续为着上帝做美好的工。咱是甲上主同工，即个主题，通过伫保罗伫缅甸哥林多教会，伫拄着侪遮的内部的困难的中间，检采即个教会本来是有法度伫迄个所在诚侪一个真勇壮，有法度伫迄个所在，通为着主做美好的工。毋过，却伫保罗的批信的中间，不时伫遐来提醒。伫哥林多教会内部所拄到的困难甲挑战，哥林多教会信徒伫信仰顶面无成长，造成伫人作为权威的中心。伊说到，若亲像伫要来书咧讲起讲，迄纷争的中间，若亲像正年无法度伫遐食饭，伫遐无法度勇壮，诚侪别人的祝福，诚侪其他都入去教会的人的祝福，这确实。通过咱伫教会的牧养，还是讲推展这宣教的事工的中间，真正要紧。我有机会伫乐山乡伊做董事，2030年评估大概是190间的教会，可能无同到遮，可能其他咱别的教会嘛有可能性甲挑战。咱知影讲，即个时代。咱咧超找牧者，甚至咱栽培牧者，望诚侪上帝同工，同伫即个时代将人带到伫上帝，互伊通过上帝的引带，通过上帝的话的帮助，互因的活命得到更新甲改变。保罗伫即个所在来强调讲，信仰的中心毋是在伫人啊，毋过伫哥林多教会所拄到的困难，就是用人的眼光，用人的方式。用人的手段咧经营教会中间，得使教会有侪遮困难。保罗咧强调讲，教会的中心在是主耶稣基督，咱是看重耶稣基督临在伫教会中间侪遮事工的顶面。感谢上帝，通过伫上帝引带甲感动的一面，我知影伫德行教会有两年偌久的时间咧等待牧者。伫祈祷、伫超找中间，上帝好意思，今仔日国贤牧师甲余元牧师来到伫咱的教会，咱咧超找一个真优秀的牧者。毋过，伫牧者的意向甲感动的一面，爱需要侪遮同工兄弟姊妹努力。咱若一坐伫个所在，若一坐伫计划伫上帝的感动的一面，咱有法度来引带人来明白耶稣基督。咱诚侪上帝的路仆是甲上帝同工，因为每一位兄弟姊妹对牧者以及教会遮的干部，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无共款的属灵的恩赐。伫无共款的属灵恩赐的中间，咱有法度通过咱的努力，通过咱的服侍，互上帝通过伫伊的教会努力，互较侪上帝已经备办好的心，就将遮得救人日日加伫伊的教会。这是咱的祈祷，咱的愿望。咱期待德行教会，搁一摆通过伊的牧者的牧养，以及兄弟姊妹同工的努力，搁一摆通过咱的努力，互上帝的信息继续广传伫遮四周围的遮百姓的中间。比利格里汉牧师安尼讲：，任何个人成就拢是错误的观念，咱的事工拢是团队的事工，这一切拢是要荣耀归伫上帝。我感觉。讲了真对，教会的发展，咱的努力，咱的好的牧者，咱也三甲伫迄个所在来努力的是，帮助人伫因的信仰的顶面成熟，甚至通过兄弟姊妹的勇壮的信仰的中间，然后伊的教会勇壮，兄弟姊妹有法度伫人的活命中间继续为主做美好的工。我伫北部伫台北东门教会有机会伫遐服侍，也有机会。有一天姊妹好意参加伫即个真要紧，伫阮附近遐一个真要紧，迄个展览。咧展览咧讲起真要紧，伊讲就是迄个
真有名即个建筑师高第，伊160周年即个纪念的中间，了有一个展览。即个讲师伫迄个所在咧讲起高第是安怎，伊伫迄个所在咧设计遮个真要紧的即个圣家堂，伊讲进前拢无设计图。有人足奇怪，你哪会起一个礼拜堂起遐久？安尼等甲安尼礼拜堂都还未起好。人就到底甲讲，我着客户都无急啊。人讲你客户啥物人？我客户着上帝啊。我上帝就无咧急啊，你急啥物？有当时伫咱的教会中间，咱真着急，咱上帝啊，你讲福音阮的教会，阮毋茫搁较侪人来进入伫教会，过较要紧。人的活命若无受到上帝通过伊的话，通信息，通有法度真侪别人的帮衬，兼且教会有侪这困难较挑战，所以教会的起造，就是讲通过人。咱人就是上帝一定要通过人的活命，通互上帝继续来使用咱，帮助咱，通那亲像伫哥林多教会中间，因检测有迄个机会，真侪一个勇壮的教会。保罗讲，阿波罗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若毋是上帝伫迄个教会中间，咱袂当做什么？因为上帝要通过伊的话来起造这个百姓，互因的活命得到帮助，得到侪这真水真好的这个时间。我过去，我知影德云教会侪这遐的姊妹，伫早间有侪这伊真意爱，就这服侍当工，伊伫迄个所在，毋茫通过上帝的话，通起造教会，这个是真好。咱恳求主帮助咱的教会，咱每一位遐的姊妹，通勇壮的是。互伊的教会继续伫即个时代，真做因光上帝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指标。而且咱看见真正要紧，感谢上帝，互着耶路伯来到伫咱的中间。咱也恳求主，咱为着即个教会来祈祷，继续上帝为着因所代表来努力，互教会继续伫即个所在做光做盐。落尾我要讲一个故事，一个遇到的故事，讲。一个老大人伫公园看到遮个囡仔伫咧放风吹，问遮个囡仔讲：，啥物人咧放风吹？囡仔讲：，这我咧放的啊。讲风讲：，我风若无甲放，佫无咧甲吹，这风吹嘛袂送飞起来。迄个线嘛讲，我若无即个线，迄风吹早就飞去啊。迄个风吹尾流讲，我若无迄个尾流伫迄个所在咧，家死正，互伊才会飞了真稳定，迄是无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敢若是真有道理。毋过，佫较要紧，每一项若拢徛伊的位认真来做，伊有法度互即个风吹愈飞愈悬。感谢上帝，互咱伫即个所在，通过伫保罗的勉励中间，咱是甲上主同工。那恳求主帮助，让咱全力去做。每一个团体，每一位兄弟姊妹，通努力甲牧师、甲咱的教会牧师、义工牧师，三甲伫这个所来起造伊的教会时，咱要看见上帝真水飞，那亲像风吹，哪飞哪悬，这教会哪有影响力，真侪人的祝福，愿上帝施恩甲祝福，咱先来祈祷。做爱天的上帝，愿满心感谢你来到主你的面前，为着你奇妙的带领甲安排，献上阮的感谢。大愿欢迎你所竞选的罗伯、国生牧师甲义官牧师，就任伫德行教会，承担牧养你羊群的神圣的使命。主啊，阮为着因来你来感谢。你伫因的活命中间成就奇妙的工，互着因真做你的罗伯。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充满因，手术因属天的智慧甲气力，互因通明白你的旨意，重新传讲你的真理。愿因伫每一日、伫每一摆的侍奉的中间，通彰显你的荣耀；伫每一摆决定的顺服中，带你的恩典甲带领。特别阮也为着德行教会每一位肢体来祈祷，恳求主预备咱因的心。互因三甲谦卑顺服的态度来欢迎因新任的牧师的引带，愿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扶持甲帮助。主啊，愿知
一个教会若同心，伊就上帝就要起造一个真水、个影响力的教会。愿上帝你赐恩带领甲帮赞，互你的事工通过因的努力，通得到拓展，互因通伫主的面前通讲，这是主伫阮的中间所做，因为阮是主你的同工。愿安尼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互咱来吟新圣诗第444首。祝你调明河顶清楚，会众请起立。请坐。这个时咱要来使用，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来照教会规矩来设立。陈国成牧师甲林义元牧师来就任笃行教会的第10任牧师教牧师，担当主所交代性质，所以要爱请设立的牧师，咱2个牧者来起立吼，甲咱笃行教会正信徒，咱拢总来起立好啊。啊，若伫外口的，咱嘛当做伙祭拜，咱祭拜。啊，祭拜的话，咱起来，笃行教会的兄弟姊妹，咱若祭拜咧中吼。咱若伫后壁，咱行来头前不要紧，吼。这是要来使用啊，吼，要来使用。这嘛是真好啊！我看伫天书单顶面有印啦，吼，啊，咱会当做一个，搁一遍的确认哦，阮是捌伫遮安尼来使用，阮要照安尼来行。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问陈国成牧师甲林义元牧师，我来问，请恁来印吼。恁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积分唯一的根据啊无？教会头就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以做主。今仔教会中逐项的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约要安尼啊无？恁愿意做笃行教会的第10任牧师、教育牧师，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圣会，恁约要安尼行无？
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说使恁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法规，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定的裁决了无？来，接下来咱要来进行咱我要代表中会唤起会堂教会正信路在，即时阵也是咱搁一遍都向教会兄弟姊妹搁一遍忠心立志奉献誓约的时，所以我要来问咱的正兄弟姊妹，都向教会兄弟姊妹，恁来详细来听，大声来应大声来应。恁有相信煞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恁已经聘请陈国成牧师、林义元牧师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敬重因、疼痛因、体贴因、献祈祷，甲因同工兴起上帝国，煞降及因的需要，通互因来立教会，恁有要安尼做啊无？因应上帝的道理教是恁，劝勉恁，敬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承受顺探，恁欲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顺序，双方若失策，应该通知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欲要安尼做啊无？这个时候我要宣告，咱请会众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接纳恁陈国成牧师、林义元牧师做独行教会第10任牧师，以及教育牧师，煞通知正信路在牧师的职分是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都无兴起上帝国，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教示的，就常常关心这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信息的人。这是咱要三甲来祈祷，咱阿后来祈祷。主啊，主啊，你是捌正人心的，佮照你所爱来竞选人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污秽。主啊，有的卑微佮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伫你囝的血，阮得到赦罪赎回福气。感谢你伫万人中竞选人，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侪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圣职内面，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这是阮伫你的面前，搁一遍甲你立约，奉献阮本身，奉献阮的祈祷，阮的礼拜，阮本身伫你面前，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罗卜的祈祷，设立因来做牧者，来照顾你的正羊群。主啊，求你的神扶持因，引带因，帮助因来尽忠伫你对天呼召因的职分，由你甲因同工，赞因的快乐来做好你的采用。互因会晓得伫工作中爱仰望你，对你的圣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像是因的心有智慧，通知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衬，互因所牧养的羊群时常伫青翠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主啊，求你赏赐因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像是因有耐心，亲像你骗行山坪，找失迷人倒转；像是因有诛心，亲像你捌抱羊仔囝伫行前，带全群伫头前行。无论是伫欢喜、艰苦、富足，也是悲惨，求你互因袂记今仔日的誓约，对你的呼召来受任做牧者，
互因会将心尽职，直到徛伫审判台前，会通对你来得到俄勒讲好，搁尽忠的罗卜。主啊，主啊，阮啊求你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这个时阵吼，咱请咱的委员徛咧吼，咱这想要来进行接纳吼，咱要邀请咱的特会员、咱的中委，以及咱本庄有穿小礼服的牧师，甲咱的本堂的小会员做伙来行压手礼吼。真感谢主吼，咱道乡教会等真久啊吼，爱当有真好的牧者来就任吼。加油！就拜托你啊！咱小会员等者，请咱的代志长咱的老婆吼要交接哈，应信交接。迄个代志长了，还佫有咱的小会议长，吼，咱即时要来进行交接。啊嘛，请代志长了，然后咱做起来。来，有哪位过来？你来徛这边，你徛这边，你这边徛。好，谢谢文谦老师。祝歌耶稣基督的光，中部中会东光教会圣歌队。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光，神的话有生命，有功效，
能辨明人的一切思想和动机，是我们生命的泉源，给我们属天的亮光。需要你永久
足偏足电，由罗金地长老。教会收到150篇的祝卡祝电，祝贺2位牧师就任的受职感恩礼拜，先来回应这个贺词。贺词满满心感激，牧师就任正心节，感恩之情千万语，当工牵手铸就光。选3篇的贺词，甲大家分享。祝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中中会笃行教会举行陈国成牧师就任第10任主任牧师，林维官牧师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做主良博，做友良牧。我求救的时，你有应我，你有鼓励我，互我得到快乐。上主会实现对我的应允。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存续。你亲手所做的，求你毋通放弃。愿上主赐恩，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施培礼、总干事陈信荣及全体总委一同敬贺。我要将合我的心的牧者赏赐恁，因要用财物甲智慧优赐恁。台中中会议长曾淑伟及全体中委一同敬贺。上主讲，以色列啊，恁是我的见证人，我有竞选恁做我的仆人，我要互恁认捌我，互恁信我，通了解我是上帝。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伫我以后嘛袂有。为着安尼，阮也常常替恁祈祷，愿咱的上帝看恁做堪得伫所受的调，佮用权能来圆满一切所羡慕的好，甲对神所做的工，互咱的主耶稣的名伫恁得到荣光，恁也伫伊得到荣光，照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愿上主赐福为主见证。台南新乐院董事长曾浩生议长吴忠明及全体董事教职员先祝贺。由咱主任牧师陈牧师先来讲就任事甲介绍，煞接甲即个教育牧师讲就任事甲介绍。各位议长、各位特会员、各位牧长以及各位贵宾、各位兄弟姊妹，以及笃行教会小会员、笃行教会大细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恁大家下午来参加这场的特会。伫这场的受职感恩的礼拜，真做荣耀记号，荣耀上帝。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来行伫笃行教会。我其实伫牧会的过程真侪摆有机会倒来到伫台中中会每一摆拢有人咧叫遐有欠你要倒来无？但是呢，我一直路过甲错过想想的，总有一天嘛要倒来台中中会。所以今仔日伫遮来就任。为什么阮夫妇搁倒来台中？讲来台中，应该讲倒来台中。
伊关牧师就是台中的即个东山教会吼。所以原来是上帝阮搁再磨练搁再磨练所以阮去宝岛北岛磨练搁去泸州磨练。所以经过侪的磨练甲伫无共款的教会牧养伫中部到伫台北。即届阮转来台中，应该袂阁离开台中吧？请恁替阮祈祷。所以其实过去也有侪兄弟姊妹教会牧长才有今仔日的我。所以感谢伫上帝伫我生涯过程中间安排侪人来塑造我今仔日的我吼。所以我感谢茶城教会伫台南上届南端的教会伫遐我传道书伫遐，是我牧会生涯的开始。其实茶城教会互阮足大的空间啦吼，空间有偌大？因为无长老无执事，听我的意思，你拢即个牧师你拢无笑吼。因为就是迄当时教会无家己的长老甲执事，若有长老拢是小会议长会长来做阮茶城教会的小会员。总是阮伫遐4年外，真感谢茶城教会互阮真大的发挥的空间，互阮会当伫遐来做侪工，互教会有一个基础。感谢北岛教会，我伫北岛教会服务就任。我即束衫就是即束大礼服是北岛教会赠送的大礼，所以我每一届穿的是拢爱纪念北岛教会。所以感谢北岛教会过去的邀请，阮伫遐9年久。嘛是目前我牧会上届长的教会，毋望笃行教会会当破即个纪录。若要破即个纪录，你着爱侪替我祈祷，吼。我较感谢泸州教会，因为我从来毋捌想过我会去到上届北平的所在吼，伫台北遐牧会。我去的时阵，我行伫泸州的街仔路。我拢会笑讲，我哪伫台北牧会？我从来去毋捌去。想讲，哪有上帝遮尔好的安排吼？因为泸州教会可能是我牧会生涯历史上较悠久的教会。去年庆祝150年，伫教会150年的生日，嘛伫即个生日过程的中间有。一系列的活动一系列的庆典。后来才知影讲，因为泸州教会就是我的长母的老爸张约翰长老，伊伫遐出世的教会。张约翰的爸爸叫做张新添，张新添就是张聪明的小弟。张聪明是啥物人？是马街宣教师的某。所以恁就知影讲即层的关系吼。所以泸州教会是互阮跨过大甲溪，去到即个北部大会伫遐来牧会。原来即个答案就是保罗先生讲，伊欠福音的罪，用福音来行即个罪，来行福音的罪。所以用咱的心来看待传福音的责任，我嘛是去泸州教会行即个张约翰长老的罪所以拄讲即个关系，我来到笃行，才知影讲笃行教会，这关系很错综复杂，毋是因的关系很复杂，是因过去安尼嫁娶安内销，迄个娶迄个嫁迄个，所以我已经来个月，我即仔头壳还佫戆戆因为这关系足复杂的，迄个甲迄个坎的拢有关系，坎的关系。所以我来到笃行教会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关系，甲即个关系，甲伊讲互清楚所以我拄仔嘛讲，我甲即个泸州教会的关系，就是甲我的长母，即个张约翰长老，以及张新添，甲马街宣教师，我想来到笃行教会有侪爱学习的所在，有侪
嘛有侪通发挥的所在。导演教会有真好的传统，较真好的过去。当然，即个传统甲即个过去，嘛当真做咱的反转的帮咱的气力。教会是爱真做传福音的教会，咱有神学的基础，但是咱毋是传神学，神学是教会，是咱的教派的根基，的基础。咱上界重要是咱爱起做咱的使命，用使命才当传出使命，才当影响使命。咱的教会有真侪的空间，咱有真好的礼拜堂，咱有真好真侪的空间。这是台北人足欣赏的。我想泸州教会你拢点头对无吼？就知影讲伫泸州教会伫台北安尼寸土寸金啦要停一台乌托邦就足困难的所以咱伫遮有足侪空间，所以表示讲我们还有发挥的什么空间求上帝帮助咱咱对用教会毋爱真做一个内聚的教会，像是咱嘛爱真做外拓展的教会。内聚是咱彼此连接、坚固咱的关系真重要，嘛会当坚固咱甲上帝的关系。总是咱爱外展才有法度去找到需要福音的人，较会去拄着真正伊需要耶稣的人。所以咱做伙努力来起做导演教会。最后我要感谢栽培我的母会五甲教会。因拄仔已经有赠送我礼物，我嘛真感谢我过去所实习过的教会，嘛感谢培养我的母校台南新学院，因礼物我已经嘛有收到，还佫有教会广播社今仔日社长有来，所以我嘛感谢我的亲人，我的姐姐，我嘛感谢以及栽培我的父母。我嘛感谢所有伫过去甲我鼓励、甲我扶持的兄弟姊妹。同时，我嘛爱感谢过去伫导演教会努力的牧者。其实我爱伫因的基础的顶面，搁爱继续努力拍拼，学习因伫遮拍落的根基，因的努力拢正做阮学习的对象。愿上帝赐阮祝福咱大家，嘛感谢所有大家来参加。愿今仔日。所有的营业拢归予俾上帝。同时，我嘛要感谢我的姊妹教会小可介绍东光教会，早上6点顶着6度C 的温度，然后从山上一路上下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然后一起到今天参加这个特会。等一下还要跟我们一起感谢主。那我们将荣耀归给神。介绍我的大姐甲姐夫，甲我的二姐。我很简单我的亲人足简单的。以及我的母会五甲教会请恁挥挥手来，五甲教会敬请的议长。特会员、列会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这场的盛会成做一个芳芳的节。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毋若是咱长老教会遮的信徒做伙，咱有跨教派的牧长包括有天主教的神父、信义会的牧师，阁有台福教会，阁有即个台安教会等等。圣公会遮的牧者、信徒伫咱的中间，感谢上帝，互咱即场的盛会成做一个伫主内面一个真水的结连。感谢上帝，互我会当徛伫即个所在，来成做独行教会的教育牧师。我的心充满感谢。我对读东吴大学的音乐系、台南神学院教会音乐研究所教的学硕士。然后受派做传道到做牧师，我将近有30年的这个时间，我离开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离开台中，我回来到一个伫我青少年成长、受教育的所在，我感觉真亲切温暖。
伫国校的时阵，我就每一个礼拜来到伫台中遮学电子琴。高中读小明女中音乐班，我也有真侪音乐朋友是读咱厝边台中二中音乐班。也伫我青年的时代，其实我就来过咱德行教会，应该是为我的老爸伫遮唱歌来伴奏。所以遮的拢是我伫青少年时代伫台中遮的记忆。所以透过这个回忆的一个过程，我看见上帝真奇妙的引带甲带领。感谢上帝用伊圣神的大气力来改变我，互我对一个欣赏表演、意爱破声的音乐人来成做牧师。有一句话安尼讲：为了爱，你被破碎而敞开，好让更大的信心、盼望和爱进驻。都是为了爱，因为你是蒙爱的人。会当参与伫起着教会牧养羊群，我感觉到有满足的欢喜。我认为这就是人找到上帝的命定。所以对咱德行教会的建筑，咱会当看见教会的历史，嘛会当看到一个充满盼望的未来。教会有3个大功能，就是礼拜、教育、宣教。期待甲德行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努力，来做伙提升，分享3个期待。咱会当成做新的批容，咱无互咱家己过去的想法、经验、眼光来束缚，反倒会当勇敢来突破传统，领受新的意象，勇敢向前来行。亲像咱教会的名，咱敢有想过“笃行”这个名字的意义？笃信向前行。第二，期待咱尊主最大。教会内面每一个人大大细细，来当尊主最大，咱就有耶稣基督的心，咱就有上帝的眼光，咱就会当同心合意。第三，做伙起做一个有听的教会，中集同工信徒。大家做伙来听上帝的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充满听的教会。我会当有今仔日，我大心爱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将世间上宝贵的3项物件、3项礼物送给我，这是别人所掠夺不走的。第一就是音乐，自细汉栽培我；第二就是基督的信仰；第三就是疼心。透过因的行做服侍，互我看见，其实服侍是真喜乐的，也行伫献身这条道路是充满价值意义甲荣光。我也要感谢自细汉到大汉教导我的音乐老师，我毋知我的以前的电子琴老师，因为住伫台中，是立行教会的郭敬惠老师，毋知有伫现场无？我真感谢伊为我拍了真好、稳固的音乐的基础。而且我嘛感谢台南神学院前的院长罗伊道牧师，伊也伫咱的现场。感谢你栽培我对教会音乐、神学信仰安尼一个眼光，普世音乐的眼光，也是伊鼓励我来读神学，来做牧师，通来结合音乐甲神学。所以我真感谢罗伊道牧师，若无伊，我嘛无勇气行伫这条道路。也感谢听我的每一位亲人、朋友，我遮的牧师同学。特别我感谢我的婆婆陈丽珠执事，伊伫在世，逐日为阮夫妇的服侍来祈祷。相信伊伫天顶嘛欢喜，伊着安慰。也感谢自细汉到大汉我所住过的教会，也就是我的爸爸牧会过的教会，有万丰教会，有重生教会、东山教会，这是栽培我信仰。佮训练我音乐服侍的所在，伊牧会18年久，上帝透过环境来塑造伊工人的性格。而且我感谢茶城教会、宝岛教会、罗州教会，感谢恁过去对牧家的听，恁互我感觉到，伫恁中间做牧师是真有价值甲荣光的。最后感谢德行教会小会的看重、接纳。甲全体信徒恁的接纳，互阮夫妇有即个机会伫遮来牧会。我是一个有限的人，
所知、所会、所捌、所经验的拢有限。就算是夫妇做伙牧会，阮犹原是有限公司，总是阮会尽心尽力，望每一位中级同工兄弟姊妹，咱做伙诚做牧师好的同工，会当体贴牧者的软正不足，疼惜伊的有限性，伫咱彼此夫妻帮赞、互相配搭的过程中间，做伙来实践福音的使命，也实现上帝听，通互上帝对咱独行教会旨意来得成，互咱来诚做一间充满荣光的上帝教会。接续我来介绍我的亲人，我的爸爸妈妈林明龙牧师、杨敬丽牧师娘。阮的查某囝林天，因为伊有朋友足侪来到伫即个所在，毋知伊伫倒位林天。伫遮我有真侪亲人伫阮的中间，请恁隆重起立，好无？有一个阿伯，著名阿伯，还有英台阿姐、惠雄阿姐、阿静、美华姐姐、嘉瑜、美信中、阿姑姑长还有张牧师，也是张丽雅传道对台北来，啊，佮其他我无抢着遮的亲人朋友，感谢恁对我的疼痛。伫遮我特别介绍前台南新雅院罗伊德牧师，伫咱的中间，甲苏慧珍老师，真欢迎恁的光临，多谢大家。这时要来敬礼由这个赖秀玲长老来敬送小会议长张牧师黄孝群长老敬送新任主任牧师陈秀芬长老敬送新任教育牧师林牧师来请。其他的照淡薄仔特会进前的会前会所议决的。社事由尤志良长老刷接报告黄定科长老。愿上赞归于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使属灵各样的福气伫咱中间，也有丰盛的恩典，充充足足享受伫咱中间。阮相信伊有美好的旨意，才有一届的屏幕。阮的教会已经起要30年。30年前就有设计副牧师馆，但是30年来，阮拢无聘两个牧师，到伫今日才会成，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7年前，当牧师要伫报道教会咧牧会时，我就去邀请，迄当阵踢着铁板，即马真正坐伫遮成我心内感觉这是上帝旨意，嘛是缘分。过来有一个嘛是上帝好的旨意，你知影咱即个时代伫拣选牧师，加减拢有空白票。即届这两位牧师伫阮独行的拣选全数通过，
啊，这是互阮小会足大鼓励。而且要代表教会来感谢中会议长，啊，你一辛苦来主持阮的上任式，多谢你。嘛，甲遮的特会员啊，说多谢。啊，甲张牧师说多谢吼，啊，你安尼真信任阮，啊，伫阮遮2年7个月，啊，做阮的小会议长，遮甲你感谢。啊，大声啊，感谢阮的姊妹教会东光教会吼。米空米上，这不容易用谢谢啦吼。啊，泸州教会恁的参与是阮上大的安慰。啊，宝斗教会恁会当来，阮也真欢迎你，感谢你来参加阮的特会。啊嘛有南中华合唱团，这是林牧师啊伊创办的合唱团。啊，佮有伊的母会5甲教会嘛有派代表来到即个中间，阮也感谢你。佮有啊，伊做宣传道的时阵，迄个茶城教会嘛有派代表来到伫遮，阮也感谢你。愿阮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恩惠，甲恁大家常常同在。啊，佮一届代表德行教会向恁来参加阮即个上任式，啊，诚心献上阮的感谢。即马真流行道歉信，啊，我嘛来道歉一下，跟东光姐妹教会很道歉啊，4、5年就请你们来一次，我保证尽量不会啊，啊，这种场合我们希望江湖不再见，因为阮的纪念品无够啦，哎，事实的，莫笑，所以。等下要领纪念品，搁加一个关卡，就是爱参与翕相的。啊，阮有科技执法，啊，等下出去凭一张，啊，搁相片，阮到要互你领，因为无够，实在是无够，真诶无够，所以以上报告的是真诶吼，泸州教会互阮欠一个。泸州教会用欠啦吼，因为我头下把你带去面顶，有甲按捺过啊好，泸州教会互阮欠一个，啊，咱教会的兄弟嘛欠一个，迄欠一个咱用搁加一双猪啦，无影，这无影多谢大家的疼惜吼，所以讲等下翕相的时阵，就拜托大家较遵守的吼，无你会领无纪念品真的哦。啊，我头拄仔我无甲陈牧师讨好的啦，伊讲这我嘛是讲尽量后摆即款上任式，莫搁独行看吼，多谢。啊，大家等下翕相的时遵守处理吼，因为外口门已经拢关起来啊，也无通走啊，你若走袂去啊吼，啊，这甲大家报告遮个啦啊，阮的代议长讲甲大家多谢吼，我甲恁抱歉啦。阮会尽量莫搁用这旧形式啦，吼，多谢。上言新圣诗第391首《俄勒天顶主宰》会众请起立。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荣耀伫阮的当中。上帝会行做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中间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
音乐特会员退场，会众有缘徛地。咱要来欣赏吼，请咱刚刚甲即个椅仔刷者，头前迄两只椅仔搬来中央，咱尽量向头前来徛，吼，翕有着到领纪念品咯吼，咱讲好诶吼。好来，请咱调，咱东港境界尽量，迄两只椅仔长椅仔搬来，好来，两只。